突然就停电了，麻烦两位帮忙检查一下，看看到底是哪儿的问题。那个电箱在，老板呢？你想说的是电箱吧？啊，我知道在哪儿，这家经常停电。啊，那辛苦两位了，谢谢。经常停电。老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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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该不会停电被电到了，晕倒了吧？老板，你在里面吗？老板，老板，老板，你在吗？哇，好漂亮啊！这是什么？别碰！老板，谁让你进来的？对不起，老板，我刚刚叫你，你没反应，我怕你出什么事儿，就到处找你，没想到竟然发现了你的秘密。什么秘密啊？你一定经常在这个房间里视频直播。不对啊，电脑呢？视频设备呢？出去！老板，出去！老板，以后没有我的允许，不准进这个房间。还有啊，我不是什么主播啊？那这屋是干嘛的？这个房间是 VR 游戏室。啊，头号玩家嘛，我知道那种。老板，你平时工作压力那么大，偶尔放松也是很正常的。老板，你是不是怕别人说你不务正业啊？啊？不对 ，VR 的运用在建筑设计领域已经有先例了。你是不是在研究什么大设计，惊天绝世那种？厉害！不过你放心啊，作为你的助理，我一定会帮你保守秘密的。OK。好了，赶快去公司吧。啊，走了。